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我伫台北，敢有时间甲爸啉咖啡？去好找你哦。君爸，伊传信息甲我讲，伊伫台北，想要约我啉咖啡。明仔载就要见面啦，今日佫走来找我创啥？反正是有心事想要找你讲。你是因查某囝，无找你要找啥？我甲阮爸则无啥物好讲的，伊一定是看我传信息讲我有未婚夫，就走来问东问西。要是我陪你去，毋免啦，你即马身体无好，会当休困就加休困，我家己去就好。多谢。你最近过了好无？真好。这咖啡真香呢，咖啡豆应该袂歹，趁小啉啦。你有啥话就紧讲，我搁要转去公司无用。有我，爸只是关心你，想要知影你有好无？我拄则讲啊，我真好，你毋免烦恼我家己会照顾家己。我知影你的未婚夫江仁和着癌，嘛知影状况真严重，剩无偌济日子啊。你为什么会知影？江仁和去找幼莲，甲代志拢甲伊讲啊。有我，自细汉我就互你上大的自由，毋管你要创啥，我拢会尽全去支持。即马你想要谈恋爱，想要建立家己的家庭。我当然无可能徛出来反对你，我干那希望你甲江仁和对这件代志是认真的。阮当然是认真的，无我带伊转去食饭创啥？那来江仁和咧，伊是安怎去找幼莲，搁我破病的代志甲伊讲？伊安尼做，就是无想要拖累你，希望阮阻止你。所以咧，你即马是要来阻止我结婚的是？有我，你根本无了解状况，你敢若听遐讲几句就有意见，就感觉我无应该结婚。当初你甲妈离婚，娶别个查某，嘛是你家己做的决定，你敢有问过我？即马我要结婚，你凭啥物讲话？我知影，
你哋都无谅解我甲恁妈代志。也毋过我对你的爱是袂改变的。做爸爸的，就是希望你当平安幸福。安尼我即马甲你讲，我真幸福。我自细汉到大汉，拢毋捌遮尔幸福。有关，我的代志你莫阁管啊！有关。你哪会用阮妈我去找阮阿兄，甲伊讲你破病的代志？我破病是事实啊。是事实又该安怎？咱毋是已经讲好，毋管未来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拢会陪在你身躯边。你根本就毋知影，感情病人行到最后是偌痛苦的代志。尤其是对陪在伊身躯边的人。最后，你即马规头壳拢咧想家己得要死啊，是无？江林豪，我甲你讲，我从来无放弃任何一个会当甲你治好的机会，你凭什么家己先放弃？你也准我想要放弃哦？你根本就毋知影你未来要面对什么。爱面对什么是我家己的选择。我刚来问你一句话，在你的心内，我到底算什么？主餐你免去啊！我就知影你无准备。我倒位无准备啊！我好歹嘛是专业的 model， 你看我。咁一定要安尼？我是你的头家，你无通选择。你讲我今日会当做家己啊？你敢有看过家己听头家穿甲遮尔正式？你今仔日毋但是家己听头家，嘛是我男朋友，气势袂当输。紧去换，咱得要袂赴啊！你来创啥？我来接你啊！我毋是讲啊，自餐你毋免去。惠利，这本来就是我的代志。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。我想要陪你做伙回去。
我想要熟悉你的亲人。要行无？小等一下，我毋是甲恁经理交代讲，阮兜有人对花过敏，袂用个放花，该摕出去啦。歹势，阿嬷，慧敏姐，你来啊！哎呀，你真无用个呢。阿嬷，来，遮坐。好，较细面啊。哎呀，硬是。阮爸感觉有呀。啊，这个啊，伊爱我甲恁讲，伊去楼底的客房找朋友，等大家拢到位啊，才叫伊落来。哎，啊，今日大家食饭呢，也算是主人呢。要甲朋友见面，不管是拢会用的，为啥要紧其他哩啦？阿嬷，无要紧啦，这我已经处理甲差不多啊。家在有你吼，出入入来斗三工，你真辛苦呢哈。张家吼，虽然囡仔济，也毋过吼，家己拢无用家己下啦。才会互你这个还未娶入门的孙媳妇都无用，多谢你呢。阿嬷，啊我平常时嘛有伫斗相共，你若无甲我说多谢。你斗三工食啦，你斗三工。快你到时阵慧敏姐叫阿兄，就是咱张家的人啊，先来见识一个啦。要见识嘛是先见识安怎好好啊教你。哎呀，恁看，佫开始念嘛。慧敏姐，拜托恁紧结婚啦，然后生一个囡仔，安尼阮阿兄就会当活不飘，袂一直针对我。你咧黑白讲什么？你吼，你都较热。慧敏啊，阿嬷看你吼是愈看愈介意。有莲啊，啊你用个带着慧敏，迄是你的福气呢，爱好好珍惜，知影无啊？啊？哎呦，啊这是，哇塞，这大粒的，金丝丝，阿兄当时甲慧敏姐求婚呢。哎呦，偷偷来哦。无啦，我是想讲已经互慧敏等遐久啊。安尼好，安尼好呢哈！啊，手指吼，既然已经挂起哩啊，今日趁大家拢伫咧吼，啊，阿嬷甲你做主啦，啊，拣一个好日子吼。啊，今仔日吼当做是来遮试菜，啊，若试食感觉袂歹，婚礼就倒去遮办啊，哈，哈。等下，你伫看啥？当然是看你啊！我若是看别位，你就真歹超你骨带。你真适合穿西装，剪刀，你应该加穿的。啊，拜托你根本无适合好无？我即马感觉足无自在的。那有遮尔喊过？你做码头翕相的时阵，嘛常常穿西装啊？迄是工作服，啊袂定定穿。譬如讲，修理车的工人，嘛袂定定甲布拉萨的工作服摕来穿啊。坏你！后壁迄个是歹剃头的张友啊。嗨，友华小姐，你好，我是文杰男朋友交环。真常常听文杰讲到你，今日总算看到恁本人啊，真欢喜认识你。真是的，希望伊家己讲的拢是好话。佮你这个小妹遮尔无熟，要讲歹话嘛，毋知为倒会讲起。像是恁小妹，您好，我是江林浩。我是交环，你好。歹势啊，我感觉你真明显，请问你咧倒位上班啊？我是一个建筑师，家己有一间事务所。
我想起来啊，我伫杂志看过你，真出名的建筑师呢。你是毋是摕过真侪奖？无啦，遐拢是小奖，无啥啦。真正真欢喜认识你，我有看过你的设计，我拢足介意的。尤其是你对你建筑设计的概念，我足欣赏的。几种啊？大姐、二姐，咱先入去。你甲因讲遐尼济创啥啦？你去一百地啊，我约我未婚夫，我当然爱甲伊开讲，不清楚伊的背景啦。阿姐，伊是恁男朋友啊？你好，我叫陈文玲。你好，我是交环。嗨，伊就是叶美选对无？医生你好。叫阿姐，阿姨好，阿姨好。足乖。就过嘴的。多谢。那个恁两个有讲话咧？哦，伊在无闲啦，阮先入去啊。行。臭叶惯话，佮帮文玲分奖。安尼，咱慢入去啦。哎呀，恁看啦，我搞咧，我敢足水啦哈！有看到无？哎呀，阿嬷水当当的，这啊！你叫什么名啊？哈，你在创啥？阿妈你好，我叫交环，我即摆家己开一间咖啡厅。哦，哦，我有准备一个小小的礼物，韩国衫啊，要互阿妈补身体。哎呦，互你开钱呢，歹势啦！多谢，多谢哈！这边搞勒索啊！你叫做什么名？你在创啥？阿妈你好，我叫江林豪，是友爱同事。阿妈歹势，我今日出门较赶，啥物拢无准备。哎呦！免啦，人来我就足欢喜啊！我有听阮友啊讲，恁两个已经订婚啦。是啊，妈，阮想要赶紧结婚。好啊，安尼就好呀！你咧哈，恁当时要结婚啊？阮文琪吼已经30外呢，你骹手爱较紧呢。哎呦，阿嬷，哪有人头一届见面就问这款问题？哪会无啦？人友我嘛是头一届带男朋友转来，都避避婚夫啊！你做大姐的人，输妹妹，足无面子的呢。哎呦，要个嘛是张人生啊。有人哦，伊甲慧敏哦，早就已经准备好势，你毋免烦恼啦。真是哦，阿兄，你甲慧敏姐要结婚啊？哎呦，莫着急，等下就互大家知影。安尼慧敏姐，我就先叫你大嫂哦。大嫂好，大嫂好，你说叫阿金，阿金吗？哎呀，真好！对啦，恁那边有互伊通知无哈？有，已经通知伊啊。好。嘿，阮伊啊拄啊好啊，你搁摕伊来创啥？歹势，这个位是假哦。歹势，阮拄则接到通知要交一位。啊？爸来啊！来，做伙入去。邱冰峰，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别再有一天要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来，做伙入去。邱冰峰，嘉诚，这是啥人啊？我先甲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周明峰。明峰甲我已经交往一段时间，未来嘛有结婚的打算，所以我今日带伊来参加聚餐，甲大家熟悉一下。
我要结婚啊，因某过身啊，也毋过伊有囡仔，我有淡薄仔烦恼，毋知影伊的囡仔敢毋敢接受我。嘉诚啊，今仔日是家庭聚餐呢，你莫甲我滚算笑好无？妈，我毋是咧滚耍笑啊。明峰，这位是阮妈。阿姆，你好。甲大家讲几句话啊。大家好，虽然咱是头一摆见面，也毋过我拢已经熟悉恁啊。嘉诚之前有甲相片互我看过。嘉诚啊，你要带外人来，为啥毋免甲我讲一声？妈，明峰毋是外人。伊毋是外人是啥物人啊？恁两个交往偌久啊？我为啥拢毋知啊？我甲明峰交往共要2年啊，文琪甲伊嘛熟悉啊。我是文琪的学姐。讲起来，文琪算是阮的媒人。阮是顶年伫东京的时装展览，文琪甲我介绍互嘉诚的。我啥物时阵介绍我是甲你做伙啊？迄个时阵，明峰嘛去看展览，你甲伊介绍互我熟悉啊。想袂到，阮一见面就真有话讲。其实我嘛想袂到会甲嘉诚做伙。嘉诚伊处处拢真照顾我。讲真实的，我真是足好运的，会当认识嘉诚。文琪，我会特别感谢你。这种奇怪的场面，难道毋是头一摆发生啊？我才袂落去啊！林豪，咱来走。有啊，慢呢。行。阿妈，歹势哦。有啊，徐明峰，你带我出一个。文琪，无要紧。有啊，害伊一个人团圆，莫安尼，咱倒去食饭好无？这么见笑的场面，我无想要看，嘛无想要互你看。拢是家己人，莫安尼讲啦。我倒会讲唔对啊！全世界有几个查某囝甲我同款，过几年就会看家己爸爸结婚，伊活到这个岁，也是甲以前同款，敢若想到家己将来袂顾虑别人的感受。时代决定，咱做时势尊重就好，敢毋是？所以啊，伊想要甲谁结婚，我无在条管，也毋过伊袂当比我演一个乖巧听话的查某囝。我走，大家嘛清静，就毋免伫遐歹看面。有啊，你早就计划好的心。迄天跟友仔见面，就是为着要探我的口风。我毋是要探你的口风，我真是足久无看到你，想要甲你开讲。你根本就是要乌空互我跳。周明峰，你哪会这么超过？当初你讲伫个网络卖衫，想要有家己会当信任甲配合的厂商，我才介绍的是甲你熟悉的。我真是想袂到你会做这款代志。文琪，你嘛毋是头一天熟悉我。我已经辛苦遐尼久，孤单遐尼久，我即马真无简单找到一个对的人，我干那想要好好甲伊做伙，好好过一世人。你要甲谁做伙，我拢无意见。为什么偏偏迄个人是我阿姐？也毋过你迄天毋是阁甲我讲，莫要紧别人的意见，家己的感觉才是上重要的。而且你嘛真替我欢喜啊！为什么迄个人是嘉诚都袂用的呢？因为你当初无甲我讲，伊就是我阿姐，你根本就是假死假话。恁若是因为迄天我无甲你坦白，伫生气，安尼我甲你回释咧。也毋过我真是无认为我甲嘉诚做伙有对不起啥人。假使今日换做是恁爸，要娶一个年岁甲你差不多的查某人，你敢会当接受？假使因互相意爱，我会当接受。你根本就是伫辩解。文琪，我会当了解你的心情。也毋过你敢会当较捌代志？你已经34岁啊，
嘉诚嘛已经60岁啊，以后大家还有日子爱过。就算你是个亲生查某囝，你嘛无可能照顾伊一世人啊，搁较无理由反对伊搁结婚。周明凤，嘉诚后半世人有人陪伴，我嘛会当有一个好的归宿。敢讲你就袂当替我欢喜是？我坦白甲你讲，这件代志毋但我袂当接受，张家顶顶下拢无人会同意。你若是要等，就一个人豆豆等，我看你要等到什么时阵？文琪，文琪，文琪！小夏，他拄啊，迄个周小姐看起来足少年的，毋知影几岁啊？你要40吧你要40是几岁？38。安尼就加大兄3岁尔。你若要做啥物代志，拢无爱先甲参详一下啊！我就是想讲，今日食饭大家拢伫个，就该带来，互恁大家熟悉一下嘛。安尼叫熟悉哦？你毋是一入门就讲你要结婚啊？阮是有这个拍算啊。你哇塞哇塞！哎，咱兜真正行了受头前啊！我从来都无想过讲会当参加家己爸爸的婚礼。阿嬷，我看规矩安尼啦，爸甲阿兄的婚礼做伙办，也毋过安尼百里道敢若有淡薄少呢。爱办伫高岛啊，爸，我可袂当邀请阮的同学来食。张友丽，好啊，既然要办，就规家伙婚礼拢办的好，连我甲交环、友啊甲林慧嘛做一个解决，安尼上简单。我感觉安尼有淡薄伤赶。我忝啊，我歹食啦。幼莲、文琪，恁甲阿嬷来转，你嘛共款来转，咱一家伙啊，好好讲清楚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也留下。幼莲、文琪，恁甲阿嬷来转，你嘛共款来转，咱一家伙啊，好好讲清楚。菜拢无人食，我敢会晓包转去啊？哦，我真正输你呢，三姊，安尼你搁食会落去哦？蛋条真拍算啊！有够咸的。麻烦你开车送武林甲伊选转去，我看我再去找你。无问题。敢要我陪你转去？你咧饭店等我，你放心，这件代志我一定会处理好势。凊彩坐。啊，这个咖啡厅就水耶！哼，医生，可要坐遮？哎，坐啊坐啊。好，安尼你坐遮画图好不？好。医生，今日规间店拢是你的，你想要坐倒位就坐倒位。好啊。也毋过爱花10分钟，好食的饼糕马上就好啊。好。好。医生，你乖乖伫遮画图，别夹掉来物件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真乖。
歹势，遮尔麻烦你。袂啦，你敢要食一个苹果？哦，免啦，我袂晓，多谢。也是零咖啡，不管是手冲单品、卡布奇诺，也是拿铁，我遮拢有。拿铁好啊，多谢。好。我感觉你甲阮阿姊以前男朋友的型拢无啥共款。倒位无共款？我嘛毋知影要安怎讲呢。你互人的感觉较亲切，无啥像伊会介意的人。所以，恁阿姊真正介意的人是倒一款人？以前的男朋友毋是头家，就是大公司的高级主管，个性敢若拢较有男子气概。安尼讲起来，算是我高攀哦。无啦无啦，我毋是迄个意思，我毋是讲你无好。老实讲，我颠倒感觉伊即届才是敬着人啊。安怎讲？阮阿姊吼，伊的个性较强势，可是有人甲伊意见无共款，伊讲话就足歹听。也毋过伊只是惊输尔，偏偏伊交的遐男朋友个性嘛真强势，最后拢无法度继续斗阵落去。你知影有一寡人看起来真强势，心内其实真脆弱。所以阮阿姊一直想要找一个比伊搁较强的查甫人来保护伊，也毋过双方拢强，颠倒行袂落去。你会甲比好啊？多谢。安尼讲起来，你这小妹阁真了解伊呢。伊吼，就是想希望家己的人生是胜利迄边的，家己适合什么款的查甫人拢无清楚。等我一下。这好啉的呢。多谢啊。阿妈，啉茶啦。尤里，你先去楼顶。为什么？我嘛是厝内一份子，是安怎爱去楼顶？尤里已经大汉啦，嘛是厝内一份子，为啥袂当发表意见啦？尤里，坐来。你实在吼，人伫做人老爸的人吼，总是心关心家己的后生查某囝的分数。啊你咧，你甲人无共款呢哈？你关心你家己的啦。一入门就讲你搁要娶，你讲了那拢袂歹势哈。我乃无关心嘛，我一定拢真支持幼莲甲慧敏啊。若讲到慧敏的委屈吼，我心内就足毋甘啦。这个查某囡仔为着咱即届要自产吼，无闲头无闲尾，拢伊在无闲啦哈。结果因为你的代志啊，只好点点转去啦。哎呀，爸，你拢唔知影，本来阿妈讲，较说迄道菜好食，就要替阿兄伫遐订桌。即摆阿兄连手机拢买好啊，结果，哎，尤莲，这是好代志啊，你拄则哪唔讲啦？讲是要安怎讲啊？哈？你礼拜就讲你要结婚啊呢？伊是要讲啥？毋是干那幼莲，还佫有文琪甲幼月，人嘛有带男朋友来呢。是讲大家若是讲甲会投机，佫有缘分，人嘛想要结婚呢。干那这后生查某囝的分数，你就无闲试查，你还佫有时间关心你家己的分数哦？我是无想遮尔济啦，我就想讲今日甲明峰介绍互大家熟悉尔。我实在想无恁大家反应哪会遮尔大。爸，这样大条代志，你应该事先互阮知影。都已经几岁啊，做代志佫遮尔冲动。妈，恁拢抓准我甲明峰是一时的冲动，迄是恁唔知影呢。
我伫美国的时阵破病了真严重，若毋是明风吼，我即马是毋是会当动来也毋知影咧。你破病安怎是？感冒造成感染变做肺炎，加在规路明风陪我，带我去挂急诊，因为我即马毋知影变做啥款。无毋对啦，我是有血啊，就是因为我有血啊，所以我想要找一个伴。这个囡仔若要结婚，我绝对全力支持。我一向拢是一个真民主的爸爸，这个囡仔代志，我从来无伫咧干涉。即摆因大汉啊，敢讲袂当将心比心来对待我？我辛苦这么多年啊，有一个人来照顾我，安尼敢唔好？我嘛无想要到老的时阵，搁伫咧拖累因。你的意思是讲我在拖累你是？安尼我帮你找一个家哦。妈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。是啦，你老啊啦，我比你搁较老啊，我嘛无法度管你啊啦吼。既然讲吼想要找一个伴，好啊，恁这后生查某囝随人吼，家家带拢成家啊啦。你做你带，看要带几个我拢答应你啦。妈，好啊袂？你若搁当作我是你妈吼，你就莫甲我变啊啦。我先来等啊。为啥我买相片无去啊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为啥我买相片无去啊？我是想讲，有一寡相片放真久啊，嘛应该换者。即摆我去美国有翕一寡相片，我想要甲伊挂起哩。所以啊，这意思是，甲我买相片摕落来，变换做你甲周明宽的相片。阿姐，你敢袂伤无情啊？我毋是这意思啊，我只是想要。我妈甲你做伙遮尔久，连公司拢是伊斗相共做起来。即摆你有别个查某，就想要互伊代替我妈的位置是无？文琪，恁妈一直伫我的心内。既然你想要甲我妈放袂记，我就甲我妈的相片拢摕走。文琪，大姐，慢呢，较冷静咧。大姐，阿姐，你想要带啥？唔免问我的意见。我妈的相片我摕走，较免互你看甲插目。大姐，文琪，爸，你即个真正受超过啊！好好的一个家，你一定要补甲安尼啦。家己好好想看卖，看即件代志要安怎收煞。文琪，你敢无感觉你讲了伤重啊？敢有伤重？我倒会讲唔对，所以你全工走出来教死我。我无要教死你，把这件代志确实处理了无妥当，也毋过你嘛唔免安尼互伊歹看。这么多年，爸是安怎对咱几个囡仔，你嘛知影啊？安尼又搁安怎？伊要搁结婚，就甲我妈物件淡掉，伊要安尼做进前，敢有受过我甲文玲的感受？而且邱明峰是我的学姐，我以后要安怎面对伊？叫伊妈也是叫阿姊。代志拢发生啊，咱会想办法好好处理，想去无法度解决任何问题。对，我是无法度解决任何问题。安尼以红情你伫的张友莲，你敢有法度解决？敢搁会记得真侪年前，恁爸要娶阮妈，同款伫遮，你讲啥物？你敢有做到？我一直拢是互你牺牲的迄个。等因两个结婚，我甲张家嘛无任何的关系。这间厝我是卖转来，无看较清静。
药我已经食，你放心。厝内代志你免烦恼，我会处理好势。歹势，我先甲幼莲讲一下话，等下才敲互你。好，先安尼。文琪走啊先。我真正想无呢，我到这会有一个伴，你们若无替我欢喜，佫一个拢甲我激气。毋是无替你欢喜，是这件代志来了伤突然啊。尤其是对文琪甲文丽，你嘛知影，因在咱兜的地位真特别。也毋过你无顾虑到因的感受。我承认这个部分我无想遐尼多，我会搁找时间好好甲因讲。爸，结婚的代志，你敢会当搁考虑者？那连你嘛无法度体会我的心情啊！毋是啦，你甲周明峰熟识也无偌久，你敢真是了解伊？伊接近你，爱你阮满亲人甲伊做伙，敢讲你拢无怀疑的动机？伊有啥物动机？你想要讲啥？你想要讲我互你糊涂真好骗，还是想要讲我上老无资格娶遐尼少年的查某？爸，你敢会当较冷静呢？凡事对我的角度来看，真是会当看了比你较清楚。恁莫遮尔紧就反对民风，加互伊一寡时间嘛。大家加斗阵加了解，恁就知影伊是真好的查某。你看，今日大家互伊遮尔歹看，拄则讲电话，过日可劝我莫生气，爱较体谅恁的。伊连一句恁无好话拢无讲呢。爸，假使你需要的是一段爱情，需要的是一个伴。安尼我袂阻止你甲周明峰做伙，也毋过你是要甲伊结婚呢？你要互伊入来张家，敢会当请你想清楚，嘛加考虑咱兜其他的人的感受啊！我甲慧敏做伙遮久啊，阮要结婚，是毋是嘛爱先得到你的同意？我是毋是爱考虑一下因爸母的想法？敢毋是？我莫叫了你休困啊！敢等真久啊？无要紧。拄则文玲敲互我讲，伫你的店内恁家比食八股，你拢无甲伊收钱。你看偌济，到时阵做伙算。今日我嘛无倒啥讲啥，我会敲互阿撇，请伊拍者。也毋是你的问题啊。我看你心情敢若无啥好，拄则嘛无食啥物，敢要入去坐一下，我做八股互你食。毋免啊，我无胃口。等文琪，入去坐一下啊，我甲西装行李。你老累啦，今日辛苦啊，我先来等。迄只，今日要亲门大户，即嘛有一个作战计划，互以后拢唔敢入来。明空听我讲，你上爱食这间的鸡吧？啊，毋过我今日无想要食鸡吧？那扫袂停啊！那无你啉这佛跳墙啦？入阮张家的门吼，要来做小奶奶的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你应该熟悉周明峰真久啊，我想要了解一下这个人。即届总算一个要较主动的啊。阮爸最近对公司的口罩汇几笔钱互你。明峰甲恁爸婚礼，拢已经咧准备啊。迄500万，是毋是就当做明峰的聘金啊？哈？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
还是回到那原点。